Hello，我係阿偉，今日帶大家去到長洲做物價調查，食街頭美食，體驗懷舊酒店住宿，試服長洲海鮮，最重要呢，就係試神級高手曲奇，到底有幾神級呢？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尾啊！由中環坐船入長洲，2025年收費表如下：星期一至六慢船成人普通位係14個8，豪華位係23個2，快船係29個2。星期日同埋假日成人普通位係22蚊，豪華位係33個8，快船係42個3。慢船嘅船程呢，大概係1個鐘。今次呢，我哋就試下坐慢船嘅豪華位。豪華位喺船嘅3樓，豪華位最大嘅分別呢，就係可以走出去船尾嗰個甲板吹海風，同埋有啲大台可以玩紙牌遊戲灑落。星期六嘅長洲多人就緊㗎啦。一落船當然去食一串長洲招牌大魚蛋。長洲最出名賣大魚蛋嘅金永泰呢，喺上年2024年嘅8月呢已經結業。好彩呢，我哋2023年呢都有試過，有興趣呢都可以翻去碌翻嘅。咁我哋呢就喺碼頭附近一間食店買咗一串大魚蛋嚟食。大魚蛋形狀呢就有啲似草菇。今次呢，我哋就要咗燒魚汁，味道呢就有啲似日式甜燒汁，再加堅魚味。大魚蛋入口爽脆，點埋啲汁食呢就一流啦。跟住呢，我哋就去咗超大熱嘅陳通記食早餐。我個普通朋友話，2025年農曆新年都未過，就要撲到去長洲暴飲暴食啦。話要預祝蛇年賺到肚滿腸肥，順便嚟做物價調查。任何時候陳通記嘅客人都係源源不絕。肥仔朋友原本打算暴食鮮魷魚、腐皮卷、西多士、沙爹牛肉米通，同埋飲返個橙檸。可惜只有沙牛通同埋西多士，其他都冇。我哋等咗大約15分鐘，沙爹牛肉米通就到啦。陳通記嘅沙爹牛肉最大特色就係沙爹入面有好香嘅花生味，同埋食嘅時候會食到花生嘅顆粒感，再加上特別索湯嘅米通，兩者配合得好完美。之後西多士好快就嚟啦，小詩就將西多士切成9份，阿偉個卑鄙肥仔即刻搶先吉咗中間嗰件。西多士係預期嘅味道，西多士新鮮炸起，入邊搽滿咗花生醬，再搽啲牛油喺上面，點下煉奶食，非常之好味。麵包吸飽咗蛋漿，炸到金黃色，外脆內軟，每一啖都係罪惡感啊！食完陳通記喺附近行下就發現呢間新開嘅餅店 Bubuji Bakery。餅店出品嘅蛋糕、麵包做得好精緻，賣相吸引。最後我哋買咗一件朱古力麻薯曲奇試下。曲奇嘅外表香脆，而入面嘅麻薯好軟綿，唔會好似軟曲奇咁甜，但少少嘅麥芽味，整個口感就好似燕麥曲奇嘅軟身版咁。食飽飽之後呢，我哋就先去華威酒店放低行李，再輕裝上陣去行山做運動。今次我哋嘅目標呢，就係長洲版嘅日本鳥居。
由華威酒店行返去碼頭嘅時候呢，都會途經幾個打卡熱點嘅。最近酒店嘅全海景籃球場、長洲東灣泳灘入口。而家旁邊呢，有個長洲衝浪，衝浪呢種運動呢，喺香港又比較少有嘅，大家有興趣呢，都可以入嚟長洲試下。再轉上去會經過陳皮咖啡，再前少少嘅右邊呢，就會見到鄉村酒樓。而家門口呢，就掛滿晒彩色嘅風車，亦都係一個絕佳嘅打卡位嚟嘅。跟住呢，就繼續向目標長洲版嘅日本鳥居進發，由碼頭轉咗一直去。如果好彩嘅話呢，途中呢就會經過一間賣手工雪條嘅店鋪。咁我哋呢，就買咗芒果味，奶嘅成分呢就比較多，好似食緊芒果奶昔咁樣，有得食有得打卡都相當唔錯嘅。經過海鮮街呢，再行多大概2分鐘呢，就會見到北帝廟。轉向上行斜路，跟住呢就會見到個哈哈笑嘅電商嘅。呢度呢就轉咗沿呢個方向向上行，途中呢都會見到指示牌嘅，行好多梯級，沿途呢都可以欣賞到長洲嘅景色。行大約20分鐘呢，再見到長洲版嘅日本鳥居。鳥居呢就高17米，參考咗日本伊勢神宮為原型，喺1996年呢以原木製造，係香港最大嘅鳥居之一，亦都係一個十分唔錯嘅打卡地點嚟嘅。打完卡之後呢，就經過呢個間條隧道，前面呢就有一條樓梯，行完呢條樓梯呢，再見到另一個景點北挑亭。北挑亭呢係長洲嘅最高點嚟嘅，上面呢可以欣賞大半個長洲，仲可以望到南丫島、喜靈洲同埋港島區嘅建築物。呢度呢都係望到我哋今日入住嘅華威酒店。肥偉話行完山，冬天中午嘅溫度得11度都出咗一身汗，證明做咗大量嘅運動，成功減肥。之後就要買啲甜品獎勵下自己啦。跟住佢就好熟路咁帶咗我去雲星甜品買芒果糯米糍。再行前啲就去咗打卡熱點長洲嘅港鐵站長洲角落，買幾甜都冇你咁甜嘅百香果乳酪。哇，酸到精神晒啊！跟住佢又話買咁多甜品又酸又甜，要買翻啲鹹嘅平均翻，調一調個味，提升食物味道嘅層次。之後佢就馬不停蹄去啱啱搬咗新鋪喺碼頭附近嘅壽司店故鄉俱樂部度買壽司食，連哆啦 A 夢同埋蒙面超人都排隊買嘅蟹子手卷同埋芝士紅豆餅。買齊嘢食，肥偉就返酒店自肥啦。芒果糯米糍，包住芒果嘅糯米皮厚薄適中，口感煙韌，入邊原片芒果啖啖肉，芒果唔會太酸。而紫糯米版外表同白雪雪嘅正常版相比，紫色嘅外層加上白色嘅熟糯米粉，形成淡淡嘅紫色。食嘅時候會有陣陣嘅紫糯米米香喺口腔度。兩個糯米糍嘅果肉都新鮮，不過唔算鮮甜。而白色嘅原味糯米糍嘅芒果肉係比較甜一啲嘅。如果中意食紫糯米嘅呢款糯米糍會好適合你。蟹子手卷，肥仔朋友就覺得呢個價錢份量有啲細，蟹子唔會得上面先有，食到最底依然會食到蟹子，同埋本身已經加咗豉油，再加醋飯，所以成條手卷都好夠味。不過飯就可以再做好啲。芝士紅豆餅，外層好似蛋糕嘅質感嘅餅皮，可能因為唔係買完即食，所以有啲硬。內餡嘅紅豆好澎湃，紅豆味十足，既滿足食甜品之餘又飽肚。華威酒店呢，於1980年開幕，已經營業咗45年。最近一次翻新呢，就係2005年，即係大概20年前。酒店呢就位於長洲嘅東灣，酒店呢有80%房間呢都擁有海景嘅。據酒店宣傳，某啲房間呢仲會有調轉頭先睇得晒嘅270度無敵大海景，
而有啲房間呢，仲可以俾客人帶埋寵物嚟住嘅。啱啱踏入酒店嘅門口呢，已經散發住濃厚嘅旅遊氣氛。正門嘅上方呢，就掛滿咗紅色嘅燈籠，前面呢，仲有個龍舟鼓，小師呢都忍唔住露兩手打鼓助興。經過一條向下行嘅樓梯呢，我哋呢就好似回到80年代酒店嘅大堂裝潢，仿如一間舊式嘅高級酒樓。check in 嘅地方呢，同酒樓嘅收銀處呢二合為一，因為當日嘅氣溫呢依然好低，酒店呢仲好細心提供客人可以暖身嘅薑茶。經過咗舊式懷舊嘅酒店大堂，上到樓層呢就翻到現代啦。酒店嘅設計呢雖然有啲古舊，不過保養都幾好。我哋今日呢就入住5樓嘅海景房，入門嘅左手邊呢就係廁所。訂房嘅時候呢，見到酒店嘅設施應該有浴缸嘅，但係我哋呢間房呢就只有企缸。牆身呢有個固定嘅花灑頭，不過呢就唔係 wing shower。洗面盤呢有啲舊派，不過呢都打理得好好，冇任何污垢。廁所對面呢就係個衣櫃連夾幔，有酒店拖鞋。雪櫃入面呢就冇任何物品。離開衣櫃呢，下一站呢就會見到張雙人床。床嘅大細呢足夠瞓3個成年人，而房間嘅天花呢係採用燈槽設計，光線呢就比較柔和舒適。睡床嘅其中一邊呢有2個 USB 插頭，而床嘅兩旁嘅櫃桶呢，我哋試咗好耐都開唔到。如果知道點樣開嘅觀眾呢，都係留言話俾我哋聽。床嘅對面呢，當然有部電視機啦，仲有一系列嘅用品。電熱水壺旁邊呢，就有啲細細包嘅甩屎同埋汽水。食住呢啲小食加罐汽水或者啤酒，喺露台望住沙灘，聽下海浪聲都幾寫意。杯墊嘅設計呢，都有啲心思。酒店呢係行中央冷氣，同長洲嘅其他度假屋呢就有啲分別。最後一站呢，就嚟到酒店房嘅主角180度海景露台。左邊呢係可以望到長洲東灣，而前方呢就係一望無際嘅大海。望住呢個海景呢，真係乜嘢都值翻晒。露台呢都有足夠嘅空間放2張舒適有椅背嘅凳，再加張圓台。酒店呢仲會舉辦一啲海上活動、餐飲設施。啱啱過咗2024年呢，仲會有觀星活動。如果嚟到長洲想燒嘢食呢，都可以嘅。酒店呢就有提供租借燒烤場地，最平100蚊有交易。燒烤場地呢就喺酒店嘅1樓同埋酒店嘅大門對出。今次我哋訂房嘅時候呢，係連埋早餐。早餐呢係半自助形式，坐低咗之後呢，就可以揀炒蛋、煎蛋或者烚蛋。出面嘅自助吧一眼望晒。所有嘅食物呢，就係呢啲啦，都唔算得上好特別，所以我都唔逐件影。當然有我間唔中先會食嘅牛油茶多士。今次呢，仲可以搽埋粟米。呢個早餐呢，我就覺得食物比較普通啲。如果可以攞上房喺露台食呢，就唔同講法。我會建議呢，出返去食啲長洲嘅特色早餐會比較好啲。住咗1晚之後呢，就同大家總結我對呢間酒店嘅體驗。最大嘅優點當然係有個對住沙灘嘅露台。冬天冇蚊嘅話呢，仲可以打開露台門，瞓喺床一邊休息一邊聽住海浪聲。
不過出到露台呢，私人度就比較低，尤其係住低層嘅住客。冷氣設備噪音比較大，應該呢就同零件老化有關。房間某啲地方非常陳舊，有損美觀。大門呢仍然係用最舊式嘅門鎖。床頭旁邊嘅 USB 插頭呢充電太慢，一心嚟浸浴，連浴鹽都準備好，失望而回。酒店呢係有免費提供牙膏牙刷，電視呢就有齊基本頻道。整體上呢，除咗早餐選擇比較少之外呢，今次嘅住宿體驗都唔錯。雖然酒店嘅裝潢以至設備都比較舊式，不過反而增添咗旅行嘅氣氛，而且呢仲可以用相宜嘅價錢租到一間有海景房，連露台都可以話係十分划算。夜晚我哋就選擇去試下長洲嘅海鮮。呢間恒樂海鮮菜館係中午賣雪條嘅叔叔推介俾我哋嘅，餐牌圖文並茂，非常之容易理解。菜式除咗有主打嘅海鮮，仲有即炒小菜，而每台嘅客人都會送時日例湯同埋炒菜一碟。我哋叫咗3個餸，我個師奶朋友就話叫海鮮同小菜都係一樣價錢，咁梗係叫海鮮啦。所以3個餸都係海鮮。收費係278蚊，免加一茶芥。因為我哋經歷過去西貢食海鮮嘅洗禮，所以我哋已經將呢餐嘅期望降到負數。椒絲腐乳通菜炒嘅時間啱啱好，通菜冇變黑，爽脆，調味有少少過甜，唯一可惜就係通菜只係微溫。之後就到椒鹽鮮魷，阿偉話食完上次西貢嘅椒鹽鮮魷走魷魚之後，先至明白長洲嘅椒鹽鮮魷食到每啖都係魷魚係幾咁幸福。椒鹽鮮魷份量相當之多，魷魚外層炸得薄而脆，椒鹽味就淡咗啲，鹹翻少少就更加好啦。跟住就到蒜蓉粉絲蒸開邊海蝦，海蝦大隻新鮮，蝦肉爽彈，配埋金銀蒜粉絲呢個經典組合，係全晚最好食嘅一個餸啊！小師必點推介。最後就係豉椒炒聖子啦，味道預期之內，醬汁唔會水鍋鍋，不過同樣只係微溫。最後埋單真係只係收278蚊啫，冇任何附加費。我哋都非常滿意呢一餐，一個去離島食海鮮必定中伏嘅固有觀念。長洲嘅夜晚，除咗海鮮同埋麥當勞之外呢，都仲有好多吸引嘅食物值得去試。長洲冰室主要呢就係賣台灣糖水同埋甜品，佢哋嘅芋圓呢係自家製作，係芋圓控嚟長洲必定嚟朝聖嘅地點之一。而呢個手工芋圓，椰香芋泥、三色圓仙草，連芋泥呢都係自家製，芋泥蓉口感綿密，唔會過甜。三色圓呢分別有地瓜圓、芋圓同埋紫薯圓，煙煙韌韌，非常有口感。配埋仙草呢就超級滿足。長洲碼頭附近呢，一到夜晚呢，就有人擺檔賣宵夜，我哋呢就買咗個麻辣撈麵，辣辣地咁樣配個糖水食就一流。再向碼頭右邊行呢，就有一間開咗好耐嘅粥鋪，我哋就買咗個即做布拉牛肉腸。包住牛肉嘅腸粉皮呢就厚薄適中，牛肉呢就淡淡嘅果皮味。買齊宵夜呢就返酒店開餐，用盡酒店每一秒。我個為食朋友食完價值60蚊2位嘅 mini buffet 早餐之後，已經飽到連下午茶都唔使食，所以我哋 check out 之後再買啲手信就搭船離開啦。愛情所長係每一次嚟長洲都會必經嘅地方。黑心慧最中意就係喺度揾得返一半嘅心心，而我就會欣賞下遊客喺心箱上面畫嘅畫。
為咗跟上潮流，呢度都加入咗廚餘卡哇飾物。因為我哋對新餅店 Bubuji Bakery 嘅青蘋果批念念不忘，所以又專登去買一個上船食。原來自封食家嘅肥仔從來都未食過桃膠，所以上船前就去咗慶發記買咗支椰汁黃擺燉桃膠。今次嚟長洲，其中一個任務就係要去慶發記對面嘅程小巷去試佢哋出品嘅曲奇。試完，我有一位朋友喺食評網站見到人留言，話程小巷嘅曲奇驚為天人，仲形容係高手之中嘅高手，所以又俾咗個藉口俾個肥仔買曲奇食啦。買齊手信，貪食個貪食蛇嘅阿偉就衝去碼頭上船，一個人嘆佢嘅甜品啦。今次嚟長洲，其中一個目的呢，就係去買程小巷嘅曲奇。我哋呢，就買咗雙重朱古力曲奇，曲奇呢都幾厚嘅。反轉面一睇呢，就有啲失望啦，因為曲奇嘅底部呢，就比較深色，冇食評所講呢，正面同埋底部呢都一樣色，味道普通。青蘋果批呢，就賣相精緻，散發住肉桂嘅香味，批邊同埋批底呢都比較硬。呢款青蘋果批嘅餡料呢，就唔係流心狀態，而係保留住完整嘅果肉，所以食嘅時候呢，比較有口感。不過呢，以超過40蚊一件嚟講呢，定價就有啲進取。最後呢，就係慶發記嘅椰汁黃牌燉桃膠，就係可以用嚟飲嘅糖水。以糖水嚟講呢，就唔算好甜，係一個幾唔錯嘅甜品。我同小思嘅2025年長洲物價調查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記得留言、讚好、訂閱。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